你好。我幫啲朋友問㗎，好啊。有啲朋友咧好擔心個小朋友咧佢唔長高喎。係。咁可以點樣做咧？係而家暑假都好多人嚟增高嘅。係係啊。即係可以增高㗎。可以嘅，但係咧第一咧高當然同先天有關啦，但係你嘅後勁都好重要嘅。你可以檢討幾樣嘢。第一，小朋友嘅睡眠質素。小朋友瞓得好咧，佢嗰個生長荷爾蒙分泌係會更加好嘅。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早瞓同瞓得夠。第二係咩咧？就係嗰個腸胃功能，因為我哋食咗啲好嘢落去咧，最後運唔運化到成為你自己嘅肌肉同骨骼咧，就靠個腸胃噶嘛。係。咁所以呢個脾胃功能一定要好。咁好簡單點樣檢測咧？唔使做咩抽血化驗嘅，你睇到出嚟嘅大便，如果好似香蕉薯仔、唔黏馬桶，好靚咁咧，其實基本上個腸胃功能就好噶啦。明白。係啦，咁所以咧一定咧要食得夠，跟住腸胃好，因為有啲小朋友咧，由於自我要求太高啦，或者佢活到唔到自己想要嘅生活模式啊，佢會有啲情緒嘅，佢成日都會有啲爛嘅大便，慢慢邁向咧就叫腸易激咯。咁呢啲朋友係好難增高嘅。咁樣嚟到你嘅中心，你會點幫佢哋咧？第一會調翻個腸胃，檢討翻佢個大便靚唔靚啦。另外係咩咧？鼓勵佢飲啲高蛋白飲料。嗱，我嘅經驗咧，我以前都幫過好多外國公司做嘢啊嘛。我發覺高鈣咧對增高唔係幫助最大，高蛋白入邊有啲叫尿氨酸啦、賴氨酸啦，甚至呢個精氨酸啦，呢啲都係會誘發身體做生長荷爾蒙嘅。呢啲對小朋友咪特別好咯。係。咁另外有另外一個角度嘅腎主骨。咁如果個小朋友你覺得佢真係發育比較差，嗱肌肉咧行脾嘅，骨骼就行腎嘅，你咪補下腎咯。咁所以你一定要幾方面一齊睇，令到個小朋友咧更加容易配合到呢個模式去長高咯。哦，咁如果43歲仲有機會咧？可能要喺下世再嚟啦，43歲。拜拜，拜拜。